晚上大概11、2点钟的样子，在哪里遇到的他？就街上，长得还可以，就上次搭了一下讪。然后你们就分开了，他联络我的，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我就这样走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开房睡觉去了，一直打电话过来，他怎么说呢？就约定好这个价格，可以做一次性的女朋友。他过来了以后呢？拉了一下家常，聊了一下天，然后我去洗澡，还没洗完，他们那几个男的就冲进来了。进来后就问我，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？然后我就回答什么都没做，就是聊聊天。这3个男的有没有要你把你的一些随身财物给他？没给他机会，因为我知道跟他讲这句话的话，肯定我就要被敲诈，所以的话我就直接选择跟他们说我要报警。他们就慌了，就开始跑了。这3个男的和那个女的就感觉有点慌了。不是，女的就没给你发现我出来的时候。女的就已经没在房间里面了。对，然后他们没走电梯，我跟着楼道往下追，然后追到1楼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掉了一把刀。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，不能再追了。是吧？命重要。我下面有个问题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坦诚的回答。这个一次性的女朋友，你觉得这个什么意思？就是和我待1个晚上，但是不一定要发生性关系。那和你待1晚上干嘛呢？聊天啊，数星星啊，看月亮啊。只能和他打游戏。没必要遮遮掩掩了，快点把事情调查清楚。既然选择报警，就是相信我们公安机关，对不对？就属于那意思。